经济部初期邀请国内北京大专院校，伫工研院办机器人的比赛，希望让学生和技术人员来交流，培育人才投入这个产业。冠军落尾是台大的电机系提走，咱做伙来看。机器手骨轻轻松松，就甲水桶关起来，佮有手指头仔活动真流利的机器人。机器人的功能愈来愈多元。经济部初二伫工研院办大专院校的机器人比赛，希望学生会使互相交流，嘛对研发未来科技更加有兴趣。对我来说，是给了我一个强心针，让我有动力继续往下完成我的这个研究心血的最后一里路。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需求，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想法，然后把自己在学校的东西给带过来用。除了希望大家互相学习研究，这摆比赛佮特别开放工研院的实验室，让学生参研究人员交流。另外，也提供留落来实习的名额，增加学习机会。互动交流，来做一些专题的竞赛哈，那这样的话就更能够提升他们在整个学习方面的一种体验。我相信这个是对未来的台湾在科技方面的这些人才的培养会有一个很大的注意。比赛最后是台大电机摕到冠军。经济部讲，举办比赛只是起一个头，期待参赛优秀科技人才，帮助台湾发展出更加多创新的科技。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